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感谢神，今天是大降节第3主日，是宣布跟喜悦的日子。那我们在礼拜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一起从座位上起立，我们用这首歌作为我们预备心，作为我们的祷告，献上给我们的上帝。说，使这国民繁多，增加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，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恶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的人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在滚在血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感谢神，今天是大降节第3主日，是宣布跟喜乐的日子。感谢神，感谢耶稣，他降临带来了和平，让我们肩头上的重担都被折断，然后作为战争的衣服跟盔甲都被柴烧尽了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感谢这位神，感谢这位带来和平、带来喜乐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你是和平的神，是带来喜悦的神。因为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主耶稣，你是喜乐的神，感谢你降临在世上，赐给我们盼望跟喜乐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配着我们赞美的。谢谢你为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上的，我们谢谢你在
神，主耶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主耶稣，感谢你降生在这个世界上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带来喜乐、带来盼望、带来和平的神，主耶稣，我们要来赞美你，主耶稣，感谢你卸下我们肩膀上所有的重担，感谢你卸下所有带来战争的东西，让世下的和平。主耶稣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主耶稣，我们要来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和平的君王，你是永活的君王。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，奉靠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9章第9节到11节，一起来念说：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，都要知道，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，砖墙塌了，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；桑树砍了，我们却要换香柏树。因此，耶和华要高举立犯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，要击动以色列的仇敌。是的，我们的神子已经降临在世界上，要来拯救我们了。这个经节是在说，当时以色列的人民还是非常的自大，非常的固执，所以他惹怒了上帝。上帝降下了灾祸，要来惩罚他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心是不是？你们也有没有曾经也有固执，觉得自己就可以完成一切事情，不用依靠上帝，就可以就不用依靠上帝呢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这个时候要来做悔改的祷告，求神挪去我们心中的自大，挪去我们心中的固执，让我们可以在遇到任何事情，甚至在每一天的时候，我们都单单的仰望他，单单的高举他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。亲爱的神，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我们同在，谢谢你为我们心中的骄傲，因为你知道，耶稣，我们真是无助，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我们的心希望，因为你让我们的心快乐，跟耶稣你来带领我们，因为你为我们带来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盼望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在这样的日子当中，我们当要欢喜快乐，我们当要欢喜快乐，用赞美的诗歌，用琴瑟乐来赞美你。因为这，亲爱的神，主耶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，主耶稣，求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，宝血来洗净我们那我们所知道、我们所不知道的罪孽，就是让我们不会再讨你的不喜悦。所以主耶稣，你挪去我们心中的固执跟自大，让我们可以每天来读你的话语，每天来仰望你，每天来依靠你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将感谢你，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，奉靠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为一些事情来做代祷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为我们个人来做祷告。2022今年即将要过去了，即将要迎来2023。你今年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是觉得有点遗憾的，或者觉得有什么事情未完成的，甚至有什么事情是需要献上感谢的？好不好？我们把眼睛闭起来，稍微思考几秒钟。如果有这些事情，请今天就拿出来交托给神，为自己来祷告。因为神是赐下盼望的神。好，另外我们还要为我们教会来做代祷，为我们教会的福音外展事工，不管是外展到小组、学校社团，还是社区来祷告，由我们2023年年度目标建造未来的教会来做祷告，特别要为我们接下来即将要开始的12月24号的青年牧区的圣诞晚会梦幻圣诞来祷告，希望活动可以顺利，希望市集跟活动的筹备都可以来感动人，求主耶稣来使用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为这件事祷告，为自己为教会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父神，在这边谢谢你，要为与我们同在，耶稣要做为你所做的这一切的摆上，向你来祈求，需要信心，需要力量，我们需要盼望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动力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看见，需要神你更多的对我们的拉拔，对我们的引领。
爱的神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主耶稣，你比这世界上的一切困难都还要更大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的走过2022，感谢你保守我们的心，在这保守我们的一切。我们也将我们的未来2023仰望交在你手中，求你继续的带领，继续的保佑我们。就是我们问我们教会接下来的明年的事工，建造未来的教会，而且还有我们的福音外展，帮助我们可以让福音传到更多的校园、更多的社区。求耶稣你来带领我们，求耶稣你来使用我们，求耶稣你来磨塑我们，就是也帮助我们，就是让我们接下来12月24号的梦幻圣诞的青年牧区的圣诞节活动一切顺利，也求你使用这个活动，让这个活动是可以来感动人的，让这个活动是可以来影响人的。求耶稣你来带领保守，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，奉靠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在你面前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量给我的地界错落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你是我的主，好处不在你以外，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。让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必称为奇妙、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让我们一起来赞美这位和平的君王，这位永远的君，还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。我们更大声来唱哈利路亚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，这位荣耀的君王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简单敬拜永远的君王，一起来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。尊贵，人的权柄归于你，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人的权柄归于你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再次
耶稣你荣耀尊贵，美丽无比，荣耀尊贵，美丽无比，神的儿子，耶稣我的主，荣耀尊贵，美丽无比，神的儿子，耶稣我的主。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你，哈利路亚！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让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，阿们吗？耶稣的荣耀今天就要来这边了，我们再一次唱哈利路亚来敬拜他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拍手来赞美他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一直永留。光明自由，敬拜神，你如众水涌流，有我的主，你在这里。你是起初的，幕后的，现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光明的日头如光照耀，万国赞叹你的荣美。明亮晨曦，现在尽在永在的君王，还有这是现在永在的君王，阿们吗？阿们，让我们要大声来敬拜他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一直永留。光明自由，敬拜神，你如众水涌流，永恒的主，你在这里。起初的，你是起初的，幕后的，现在你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光明的日头如光照耀，万国赞叹你的荣美。永在的君王，你是起初的，幕后的，现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光明的日头如光照耀，万国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，明亮晨曦，现在永在是现在尽在。永在宣告，尽在永在的君王，哈利路亚！让我们一起用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这永在的君王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永在的君王，亲爱的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降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感谢你称我们永在的君王。感谢你带来曙光，带来希望，带来盼望，也带来医治还有成全。求你真的是怜悯我们，医治我们心里的创伤。求你的救恩降临在这里，医治我们。感谢你，祷告奉圣名祈求，阿们。黑夜笼罩，似乎不见光。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，求你睁眼看，侧听祷告，
在这里祈求。主啊，觉得你的信实是我们的盼望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听我们的呼求。你的信实是我们盼望，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，既闭着眼看，侧耳听祷告，这百姓是你所爱的。急难之中，我们会转向你，你是主，承认你是主，求你转移不怕你的烈怒，你是主，你是救我们的主，求你医治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兴起，仇敌就退去。我们呼求阿爸天父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。你的信实是我们盼望，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，你闭着眼看，侧耳听祷告，这百姓是你所爱。亲爱的神，就在急难之中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。急难之中，我们会转向你，你是主，承认你是主，求你转移不怕你的烈怒，你是主，你是救我们的主，求你来医治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兴起，仇敌就退去。我们呼求阿爸天父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，求你医治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兴起，仇敌就退去。我们呼求阿爸天父，阿爸天父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。当我们在唱你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心里有那一件事？我们觉得好像已经不太可能了，我们觉得我们的心好像已经死了，我们觉得我们的心好像已经没有动力了，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没有盼望了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救自己。但今天主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却对我们的生命说话。他说他的救恩是我们生命的盼望，他说他的救恩要医治我们，他的救恩要挽回我们，他的救恩要临到每一个向他呼求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真实的没有办法靠我自己胜过我的软弱，我真实的没有办法靠我自己走过我的悲伤，我真实的没有办法靠我自己，我的伤害能够被医治，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主你的救恩能够医治你的百姓，只有主你的信实能够成为我们的盼望。所以你为我们来到世界上，我们要开口来祷告，这是你的生命吗？这是你的需要吗？你要开口向神求这个救恩。今天主啊，你医治我的心，你医治我的心，你医治我的生命，你让我不活在那
那个黑暗之中，因为你就是光，你照进我的生命，你要我的生命亮起来，你要我的生命像人亮起来，像我自己亮起来。我们要开口来祷告，如果这是你需要的，如果这是你盼望的，你要向这位主开口来祷告。我们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的救恩要降临这地，是你的应许。主，但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心没办法相信，我们甚至没有能力相信，甚至我们没有信心。但主啊，你却愿意先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，你却愿意在此时此刻，向我们心中，让我们觉得困难，让我们觉得没有希望，让我们觉得烦躁，甚至我们觉得我们的心好像开始刚硬了起来。主，你今天却向我们说话。主，你说你的救恩要临到这地，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主啊，你是应许我们就不后悔的神。主，你是用你完全的爱来爱我们的神。主，你更是以公义来审判世界的神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寻求你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，我们也没有办法靠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，这一切都要毁坏，但主，你的话却永远长存。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的晚上，我们好像就与那永恒的主来连结。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这么的有限，却是这么的有盼望，因为主，你的救恩临到我们当中，你的救恩临到我们当中。主啊，你的救恩临到那失丧亲人的当中。主，你的救恩临到那个刚开始建立家庭的人当中。你的救恩在那个寻求工作、寻求未来对象、寻求人际关系的人当中。主啊，你就在我们当中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，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应许。每当我们思想
待降节期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一个重新再出发的日子，是一个我能够再次经历主恩典的日子，是一个我再次能够悔改、重新得力的日子。因为主，你应许我们，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向你献上赞美，让我们来遇见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今天晚上，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当中，阿们吗？如果我们刚才在敬拜当中，你有那个感动，你有那个感觉，那么就对了。主今天晚上对你我说话之外，摸着我们的心。我们或许会说，我们的心早就没感觉，像世奇牧师刚才说的，我们麻痹了吗？今天晚上，此时此刻，我们的主摸着我们的心。他的圣经是这样说的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神他的话语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好好慢慢来读哦，好吗？好，来，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，来读，请。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，以往住在死荫之地的人，现在有光照耀他们。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，他要来统治我们。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，全能的上帝，永恒的父亲，和平的君王。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，他的王国永享和平。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，他以公平正义为统治的基础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一切，阿们。哪一切呢？要成就什么呢？要成就他说过的话，他曾经对你说过，特别是在圣经当中你读的时候，你特别有感觉的时候，你有感动的时候，那个感动绝对不是情绪，那个感动从神来的，特别他的话语跟他的灵。我的老师常常说，我们的人生像一条旅程，探索之路。我们去到一个从来没有被开发过的地方，而那里，我们的神是需要先给我们车，还是需要先给我们道路？因为那里完全没有道路，需要哪一个？先需要车的举手。没有，好，请放下。先需要道路的举手。OK， 1、2、3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哦 ，OK， 谢谢。所以有了道路，我即便没有车，我能够怎样？走的是吗？我的老师说，我们去到一个探索，人生就像一个探索之地，那里没有开发过，而它要成为我们探索之地的车跟道路。道路就是上帝的话。感谢主，我们有太多的，刚才笔数比车更多。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的道路，帮我们开一条道路之后，神的灵就是那个车。要特斯拉吗？还是要 Toyota？ 还是要裕隆的？我们的主为我们量身定做，他的圣灵是一样的。但何以每个人所领受到神的灵，带领我们去探索人生这条路的时候，会不一样的经历。我们开的车，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，有他的话，早就已经在这个话语几千年，那个道路早就帮我们开了，就在这里。问题是我们摸不到那个路。今天神再次告诉我们，透过以赛亚大概耶稣出生前几百年呢，700多年前，他就预言他是一个先知。那个时候是什么时代？
那个时候的时代是，我们记得吗？我们不是一直在读什么尼希米记，记得吗？啊，我们一直在。请问尼希米是哪一个时代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哦，亲爱的大家，我们简单来说，当这位神透过王，我们一直说这位王，这位耶稣出生，他追上到他的这一个祖先里面有一个王，而如今这个王一直要延续下去。这个王，他第一个遇到的就是上帝跟他的祖先立约，叫做大卫之约，所以是大卫王。大卫王之后，他儿子叫什么？3个字，什么门？所罗门王很厉害，很有智慧。他跟神求，神说：“你给你要选什么？”他选什么？智慧。但他的小孩叫做什么斗？什么扶不起的阿斗。所以他在之后，这个以色列整个国家变什么？南国跟北国，10个支派都在北国，南国只有2个支派。而北国他们很怕，因为圣城耶路撒冷在南国，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圣殿，很怕，于是他们就自己再去弄一个金牛犊之类的自己拜，所以他们得罪神。而今天以赛亚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，他说将来这一个北国要被亚述攻击，因为亚述那时候强啊，比现在美国更强啊。亚述最后以赛亚说的有没有应验？确实有，因为神的子民需要被管教，不是神看他们不好，然后给他们一点苦头吃，然后神就很高兴。不是，是神因为爱的缘故管教，透过敌人的手管教，以至于这个亚述很强的强国就把北国给灭绝。而这个亚述的国王，他的政策是什么？你们以色列人，你们说你们只能信一个上帝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就让你们北国的人呢，全部都被打散。最好的打散是什么方式？就是让他们通婚。所以在北国被打散之后，通婚的那个地方，其实我们有读到，那个地方后来居住在那边的人叫做撒玛利亚。那个撒玛利亚就是后代耶稣的时代说，你们都是杂种的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历史一直跑哦，以赛亚那时候就宣告，以后北国要被亚述给灭，确实灭了，而且他们被打散，就是因为通婚。然后呢，这个南国，他们有时候悔改，有时候又犯错，有时候悔改又有时候犯错，于是他们比较慢被仇敌给灭。被哪一个仇敌给灭？我刚刚说哪个？那时候国际谁很强？2个字，亚什么？所以是被亚述灭，把南国灭掉的吗？拍谁呢？再怎么强的国家都没有我们的主这位上帝强。亚述那时候听起来很强，真的很强，但他却被3个字，什么轮？不是那个，不是维伦哦，哈。什么轮？巴比伦。被巴比伦灭了以后，巴比伦就怎样？就去把什么？把南国给灭掉，而分3批，第一批的人带走，他的策略就是把什么精英带走。所以但以理就是在第一批被带走的。但以理记得哈，他很有智慧啊，被带到巴比伦。第2批什么？以西结被带走。第3批还有那个，就是到最后西底家，金匠西底家被带走之后，透过一个先知说：“你们乖乖在那里70年。”爱哭，很爱哭的那个先知叫做什么名字？啊？不是。好，有没有人要猜？啊？耶利米是吗？很会哭，说你们乖乖在那边70年，就会让你们回来。有没有应验？有应验。怎么应验？难道巴比伦会轻易放他们回来吗？就拍谁？巴比伦看起来很强，但是强不过谁？这一位
创造宇宙万物、掌管世界的主哦。竟然这个很强的巴比伦，被兴起之秀叫什么？波什么斯？波斯给灭。这波斯很厉害的，20年而从兴起之秀，竟然他成为一个强国，还把巴比伦给灭掉。波斯王更厉害的一件事，就是因为他很短的时间内，他就把这个那时候国际的强国打下来之后，他在手上有很多的不同的民族，他做的策略就是什么？你们赶快都回去，你们不同的神，你们赶快回去，你们不同的神去修你们的圣殿啊，去修你们的拜拜的地方啊。那拜托你们一回去以后，要叫你们的神怎样来保护我，不要生气，我让你们都回去。这个话早就已经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先知已经先怎样预言，然后就应验，让他们回去。记得吗？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什么？尼希米，刚刚有人讲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就是因为波斯他的政策跟巴比伦跟亚述都不一样，他就让他们回去。第一批人回去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批人回去，尼希米啊，就第三批回去。第一批先回去盖圣殿，遇到很多困难吗？啊，第二批的人，以斯拉怎样把这个宗教改革？就把这个敬拜的赶快把它树立起来。然后呢，第三，如果我们有听迦南之声，就是讲到这个地方。然后如果只有圣殿，我跟你讲，好像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城墙。所以到最后，尼希米把什么城墙给盖起来？为什么他们敌人不让他们盖城墙？圣殿都盖好了，城墙有什么用？有用，亲爱的大家，因为耶路撒冷怎样是一个易守难攻的。如果你让他的城墙盖起来以后，就不得了了。你要攻他，难，加上再很难。所以尼希米他遇到这么大的困难，但这位神都有办法。因为牧师讲这些，怎么跟今天的经文是关系在哪里？关系要在讲说，这位上帝预言所有事情的，他都会应验。从刚刚我已经讲了一小段的历史，而今天的经文以赛亚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在北国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预言亚述要把北国灭掉，你们赶快悔改，你们已经在那个阴暗死荫之地啊。而有一位将来出生的婴儿，哇，那要在700多年以后才要出生的哦，会应验。而这个婴儿就是我们现在所庆祝的圣诞节。这个婴儿为我们出生，这个儿子要赐给我们，我们要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奇妙的导师，全能的上帝，永恒的父亲，和平的君王。跟我们什么关系？他的王位跟我们什么关系？有，这位主到现在仍然掌权，仍然在我们的生命中，特别是在黑暗的时候，要使我们的生命可以亮起来。怎么亮呢？一定要是黑夜才会亮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经历过黑夜吗？你如果说只有晚上是，你的人生有经过黑夜吗？请问一下，我们知道吗？在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算一天的开始？从白天到黑夜，还是从黑夜到白天？一，从黑夜到白天，还是二，白天到黑夜？请问是一还是二？滴滴，请表示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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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以色列圣经里面一天的开始是从黑夜到白天，所以他们安息日是从什么时候？星期五的晚上哦，一直到隔天。他们安息日啊，不是主日啊，主日是礼拜几？礼拜天，是礼拜天。好，他们为什么从晚上到黑夜？从黑夜到白天算一天的开始。因着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会在黑暗中。而这一位神早在创世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
起初他创造天地的时候是黑夜，然后他给我们有光。也是这位耶稣长大之后，为你我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是透过黑夜到白天，他跟我们一起同死，跟我们同复活。每一天的黑夜，这个时候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个周六礼拜，是不是正确的？对不对？其实周六礼拜就是主日啊，因为主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？晚上，就是晚上，我们这样子就是叫做主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在黑夜吗？我刚刚这样看过去，黑衣人很多。没有，拍谁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，你们是穿制服吗？很多，我也喜欢穿黑色。为什么？提醒我自己，提醒我自己，不要在那黑夜里，甚至不要成为那黑夜的恶者。主导文最后怎么祷告？不叫我们遇见，救我们脱离。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翻译是不够好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请问钟贤哥为什么会脑溢血？为什么有很多人很多的灾难是从别人来的？我租一个房子给别人，他可以在里面自杀，然后我还惹了一身腥。我明明去帮助人的，但我去最后是被告的，有吗？一个好的医生，明明是为了这个病人，但最后他却是惹了一身的官司，什么原因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很多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所以我们这样祷告，然后就不会发生吗？我想我们应该要祷告说，不是不叫怎样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不是，是即便我们在试探当中，即便我们在黑夜当中，主给我们亮光跟盼望，给我们能力，胜过这个黑暗。最重要的是，恳求神不让我们变成那个恶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？跟尼牧师一样。如果我今天还是青年，我今天不是牧师，那么我的想法还会跟大家一样。但是我今天变牧师以后，我的想法有没有改变？有，因为我在不同的位置上面，我要思考的就会要更多。但我要恳求神，不要让我变成那恶者，让我变成那个加害别人、压迫别人的。所以我们会这样说，因为我们的一生其实都每一天都会遇见黑暗，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恶者，我们每一天都会一个试探，我们会变成让别人不公义，我们都成为那压迫别人的。你不要以为你是受害者，记得那个三角形吗？受害者最后常常会变成迫害别人，甚至加害别人。我们的一生有多长？所以如果我们眼睛只在一生，真的是就是可怜了。我们这个一生也不过是黑暗白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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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们就渐渐的老去。我们要认识的是永生的神。说了这么多，音乐牧师啊，怎么人生就是这么不简单？同意这句话的人可以请举手吗？哇，大家都觉得很简单是吧？还是手酸来不及啊？可以摸摸头发也没问题了哈。人生就是这么不简单，像一座山，那么高不可攀，不是吗？有太多我们想要去完成，我们想要去追寻，有太多我们设定的目标，但我们何以每一次常常爬到一定的高度以后，我们就另外一个声音说啊，算了吧。牧师不是说人生不容易，很不容易吗？不是说我们要看永恒的吗？这一座山算了吧，我们遇到很多的恶者啊，最后我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？我这么努力服侍是为了什么？甚至有时候还会被误解，有够委屈，为了什么呢？
不想问对，因为问了会伤心，会难过。好吧，人生像一条河，它就不断的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就像时间一样。我现在讲话的时候已经变过去了，而这些不断，我每天应接不暇，这个任务完了还下一个，下一个任务还这个，怎么好像永远圣诞节就是让人家很喘不过气的。而这条河，常常我还没有搞懂的时候，就已经过去了，是那么深不可测。当我好像稍微懂的时候，就下一位了。这么努力，为的是什么？我们有弟兄姐妹现在才要去读硕士，我们可能像叶牧师现在想要读博士，在写论文。但你们知道我几岁吗？谢谢。音乐牧师已经要进入到一甲子。一甲子是几岁？我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？不要问好了，因为问了会怎样？生气懊悔。好像我们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决定，好像那时候的感动，怎么现在回头看，我是为了什么？这就是人生吗？人生有人说像一场梦，烟消云散，特别是梦醒时分。你会怕梦醒时分吗？有人说梦醒时分，那个时候如果人生像一场梦，请问梦醒来那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你举办告别式的时候。因为你醒来的时候，你是醒来在耶稣基督的怀里，还是你醒来在那永远的火湖旁边？就关键在你今生你怎么决定。因为真理是不管什么宗教都一样，人人必有一生，必有一死。另外一个重要的是，死后必有审判。如果你们有看过那个《与神同行》韩国，你们有看过吗？死后就是有审判的。谢谢你举手。然后审判死后的时候，就会审判官来，好，你这一生做了什么事，就像闭路电视全部放出来，而且不是只有你做的行为外在，连内心都会。因为圣经说，我们的主是看什么的？内心。所以我们的内心，神更是会像打字幕在旁边，你这样子帮助别人，但你内心在想说，哈哈，我有目的的，哈哈，原来我是要做什么，所以我才会做这个好事。那个审判你会在哪里？而如果你在此时此刻，你在今生，我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为我们出生的小婴孩以马内利。这耶稣基督，他从小婴儿，为什么从小婴儿？他既然是神的儿子，为什么要从小婴儿？因为要体验你一样，你也在小婴儿过，你也是无助过。小婴儿什么都需要人家帮助，这位耶稣他也需要人家帮助。小婴儿一直长大，长大到30岁，他完全没有罪，但他却跟我们一样经历被唾弃、被讨厌、被诬告，甚至被背叛。你所经历一切不好的，他都经历过。这位神，这位耶稣基督为你死，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没有人懂我。有，耶稣懂我，耶稣知道我们，所以他既是神，他也是人，因为他会痛，他能感受。所以与你同在这位上帝，他知道，因为他跟你一样受苦，他跟你一样受试探，他跟你一样经历你感觉我活不下去，他跟你一样，跟你我一样。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他时候的审判，他替我们承担，叫来这个人怎么样，该死，耶稣就说我替他死了，因为他相信他已经洗礼，
本来我们该死，他已经替我们死，以致我们被算为无罪。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坏事，是我们被算作无罪。所以在圣经上说，这个我们因为相信就成为义人，义人就是被算为无罪的，因为这位上帝已经代替我们。所以如果人生像一场梦那样云烟消失，那我这么努力是要做什么？不要问啊，问了你会怕。因为梦醒时在哪里是重要的，是永生，或者是永死，在那火湖里呢。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出生，代降节，让我们即便在这么黑的黑夜里，我们仍然能够亮起来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亮起来，不是我们没有多厉害。他有承担你我。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？他是与我们同在。这一位神是奇妙的导师，这是现代翻译的句。导师是什么？不是跟你们班上的导师很不一样，比他更好，比他更完全。他其实就是一个大光。这以赛亚书刚才我们也已经讲了，他说他们被赶逐到恐怖的黑暗中，他们再也找不到逃脱患难的出路，再也找不到。真的吗？不。以赛亚宣告说有，在异地，包括在异地居住的加利利都要获得光荣。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已经看到大光，以往住在死荫之地，现在光照耀他们。为什么死荫之地？刚刚已经讲了历史，亚述把他们对待他们是很糟很糟，到巴比伦也跑不到哪里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吗？没有一个是我的家，有过这样吗？对，那是在黑暗中。但这一位导师，我们和合本叫做奇妙的测试，那我们直接换成导师。其实测试我是比较喜欢，只是要翻译而已。测试就是有智慧的谋略者，他的意识更重要哦。应验牧师刚刚讲那么多先知，然后应验先知，因为他的意思测试就是说，所做的事必然成就。耶稣基督他是奇妙的导师，奇妙的测试，他所说的，他所做的必然成就，以致让我们在黑暗中，我们知道明天天会亮。感谢主。即便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死了，但我们刚刚讲，我们是睡着，我们醒来的时候，我们是醒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正在那困苦中，好像熬不下去嘛，好像只剩一口气嘛。但至少我们活着就是见证，好不好？让我们至少活着。这位全能的上帝，他是我们问题中的答案，所以只要我们活着，我们就会有答案，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。他已经完全的获胜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着他，以至于我们所有的重担，他已经替我们粉碎掉了，因为他跟我们一起担，他把这些重担都已经烧掉。如果你还觉得很重，担子很大，那我们可能要想一想，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是不是看看自己怎么了？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别人为什么过得那么好？我们有时候或许会想，哇，那个人怎么这个坏人好事都过得那么好？或者是我们也会想，那个最对我不好的那个人，他能不能让他也上帝你管教他一下，让他痛一下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看我们的内心哦，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别人的痛，我们得着医治。我们有想过谁？讨厌过谁？神要对你说，他的事上帝会负责，他说到做到，他是公义的神。我们管好我们自己，真的，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痛而得医治，所以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爱跟饶恕。
真的，我们会得到完全，因为这位父他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以至于我们爱跟饶恕，我们真的在困境中，我们就会得着那个出入。这位基督，这位荣耀的主，他有履历表哎，你们有写过履历表吗？再次来认识这一位，让我们有更多认识他，我们就会更有信心。这个我们最近都在读，我们今天已经这已经是读第几次了？当我们一细细来看，好不好？看这一位神，他真的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但亲爱的大家，只要我们知道，神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就 OK 了。我们有太多的时候不懂、不知道、不明白，没问题，神知道就好。你还替神担心啊？不用，好不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我们在不明白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们有一个信心，神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有这个信心吗？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、冲突的时候，怎么人翻脸跟翻书一样啊？我们不是很好吗？怎么一下子就被取消了？只因为讲一句话，一个国跟国之间岂不是这样吗？本来两个还好的，怎么就打起来的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工作场上不是这一个人以前一直对你很好吗？怎么会现在原来他在你后面给你做冲康啊？冲突来了，而这冲突中，这一位和平的君王，他不只是在历史中出现，有大全能，他到现在仍然活着，特别活在你的生命，在你的心里，在你的生活中，他管定了。你愿意让他管吗？尤其在冲突的时候，他是和平的君王。这位神就是这么奇妙，他这么的伟大到你就不知道说他到底在哪里呀？尤其我们如果看这个大自然，就说哇，他真的是到处都是从大自然创造。主啊，你这么伟大，但他更伟大的是，他竟然愿意住在你内心这么小的地方。你有在心跳吗？对，他在我们的心跳，每一个心跳，在我们每一次难过、生气，在讨人厌，我们每一次在欢喜、快乐，我们每一次在那个揪心、很痛，主像这个一样抱住我们，在我们的冲突中，他跟我们一起 fighting。他是我们心中那股力量，他为你我而出生，伟大到这么伟大，却愿意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的生命可以亮起来。不是我们能做什么。音乐牧师现在有没有很亮？有吗？有吗？怎么亮？故意穿白色的啦。我会发亮吗？不可能，但我却因为这个光的什么反射，我亮起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在服侍，如果我们为主而活，我们不断的，尤其是圣诞节，忙，我们不是滑点击，但我们确实使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一位主在我们里面，就像我的眼睛，就像我穿的白色衣服。当我们的主是那个光源，他照过来的时候，就亮起来。你愿意让神来带吗？你愿意让神来医治你？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受伤的人，你永远看不到音乐牧师的这个亮起来的眼睛，你永远看不出来我这个人被神所造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在年末的时候，我们在祷告、在回想、反省的时候，说我怎么真年又做这么早，我好像没有做神喜悦的事。
神要再次跟您说，他不会不爱你，也不会更爱你，因为他的爱已经完完全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神好好爱我们。我们只要愿意抬起头来，我们的生命被神磨光，我们不用努力发光，神的光源照我们，我们自然就亮起来，好不好？在我们黑暗的时候，记得发出求救的讯号，神就在我们里面。如果你已经觉知，你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，好不好？发出求救讯号，好不好？接受这个拯救之光。请你千万不要说光在那里，我不爱的，用东西遮啦，躲在罪恶里，神还是与你同在，好不好？让他运行在你的生命中，接受神拯救之光，让神照亮我们，我们就亮起来了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，因为我们正在黑夜笼罩中，似乎不见光，但我们却能够因为神而亮起来。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用这首歌再次来思想，再次来敬拜。黑夜笼罩，似乎不见光，阴间伸手缠绕着我们，求你睁眼看，侧听祷告，你百姓在这里祈求，你的心事是我们盼望，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，你闭上眼看，侧听祷告，这百姓所爱你。急难之中，我们会转向你，你是主，承认你是主，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你是主，你是救我们的主，求你医治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兴起，求你就退去，我们呼求阿爸天父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。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说：“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除掉实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”我想没有人想要有一个实心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人想要有一颗刚硬没有办法改变的心。可是可能我们需要保护我们自己，可能我们过去受到许多的伤害，可能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是拥有一个实心的人。但是今天主耶稣来到我们生命中，他要改变我们的实心。爱的反面不是恨，而是冷漠。我们是不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冷漠？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同工冷漠？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教会冷漠？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家庭冷漠？你说
因为我不得不冷漠，因为我就活在那伤害中，我活在那个被欺负的里面，我活在那个被得罪的里面。但是主说他要成为你的拯救，他要亲自来拯救你的心。但我们愿意让他来改变我们的心吗？邀请大家，我们要开口来祷告，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如果是我得罪了神，我要向他来认罪。他要改变你的心，他要保护你的心。如果是别人得罪我们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领受他的智慧来回应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一位君王，他对你的生命有策略，他是那奇妙策士，他要带领你，他要让你的心是肉心，而且是一个能够领受他的爱满溢出来，被爱而且能爱人的心。有些人很容易去爱人，但很难被爱，或许因为你的生命中有一颗实心，求神来帮助。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，为我们这个群体来祷告。我们活在一个群体当中，我们不是活在我们个人的里面，我们是活在这位主的里面。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，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分享中说，我们的生命要亮起来。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，我不是以我自己为中心，而是我要站在那个可以被光照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让我们的生命站在被光照的地方吗？我们有让我们的生命成熟起来，被照在光照的地方吗？保罗说过，我们不是在吃奶的，我们不是在吃那灵奶的，而是我们是在神的灵里面要长大成熟。因为我们如今不只是被光照，而是我会选择我要站在那个被光照亮的地方，我知道在那里有真实的平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再做一个祷告。你知道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知道的，因为圣灵启示你，你知道的。神说你要走出来，把你放在光照的地方，你的生命才会亮起来。你要把你的生命放在光照的地方，你的生命就要亮起来。我要邀请你
什么是你要走出来的事？要站在那被光照的地方，而且不是人的光哦，是神的光，它要照亮，它要照明你心中的眼睛，好叫你知道你的生命有何等的指望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，你今天已经领受这个救恩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开口来祷告，主帮助我，让我有力量；主帮助我，让我有勇气；主帮助我，让我有盼望；主帮助我，让我有方法；主帮助我，让我有意向。我不要活在我自己的里面，而是我要走在主你光照的地方。我们要开口来祷告，开口来祷告吧，弟兄姐妹，开口来祷告吧。特别此时此刻站在这里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你光照我们，是我们站在这里你的恩典之下。主，愿我们这一个群体，我们不是站在那个阴暗寒冷，我们是站在主你的光下，使我们暖起来。主，我们自以为我们是硬心，我们自以为别人对我们的伤害，我们自以为别人是对我们丢石头，我们看到满地的石头，以致我们躲到那个阴暗的像冰箱里面一样，那么我们的头越来越低。我们这个群体，主啊，我们在那冰箱一样那样子的阴冷的地方，以致我们彼此像石头，伤害来伤害去。但是主，你就是这位拯救之光，主啊，你就是这位我们群体，我们迦南教会青年牧区的主。主，你把我们全部都抱在你怀里，从那个阴冷、那个彼此冷漠当中，主，你抱我们起来。我们才发现，主啊，我们在你的手中，在你的温度之下，我们竟然会融化。原来那伤害我的石头，满地的石头，竟然在你的光下，竟然在你的温暖的掌心里，竟然会融化，是因为主啊，我们
原来丢在我们身上的不是石头，丢在我们身上的是那巧克力石头。主啊，赦免我们，我们自以为我们是受害者。主啊，我们自以为别人都欺负我们，我们自以为，主你忘记我们，主你哪会忘记我们？我们曾经立志回应你呼召，那是这么真实，是因为我们自己，使我们变成那硬邦邦。你温暖的手，你的光照我们，使我们可以融化，融为一体，使我们融成跟主你是一体。主啊，使我们融在你里面，你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你里面。主，我们这个群体彼此融在一起，因为主你要我们合一。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再次光照我们。主，你爱我们爱到底之外，主你不会更爱我们，因为你已经把所有的爱都已经爱我们。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力气去求主你的爱，不是用我们的力气去发光。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们可以发什么光啊？是因为你是光源，你照亮我们，你让我们可以反射出你的光。主，求主你赦免我们，我们服侍的很累很受伤，我们服侍的很无力，没有一点喜乐。主啊，你今天，主啊，你在这个代降节期，你已经宣布那个喜乐临在你的孩子身上，临在凡是愿意相信的，临在凡是主你所爱的。即便你还没受洗，即便你还没怀疑神，神就已经爱你。谢谢主，今天晚上让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开始，喜乐的源头。谢谢你每一天都提醒我们，黑暗到白天，黑暗到白天，黑暗到白天。我们现在在黑暗里，但是主不久就是白天。即便是黑暗里，那太阳仍然在，只不过我们所在的地方是背向你。谢谢主，谢谢你用挥霍的爱来爱我们，你不计代价，只为我们回转归向你，只为我们暖起来，只愿我们融合起来，融在你里面。谢谢主，你主动帮助我们，拥抱我们，让我们融在你里面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。若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以祷告表达你的感谢。11是指你收入的1/10，主应允我们，只要我们忠信地缴付11奉献和捐献，他就会祝福我们。而11也是我们当纳的奉献。谢谢你在今天这么寒冷的晚上，让我们一群人能够聚集在这里，聆听神你的话语。
主啊，谢谢你透过牧师的口，让我们知道，神啊，你是我们的光，你必领我们走过死荫幽谷。你更是在今天的晚上，今天的敬拜，让我们感受神啊，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时间、金钱、才能为主圣工所用。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再一次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这里有荣耀，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他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名字永留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。敬拜神，一路中水涌流，让我的主你在这里。你是清楚的，我和你，期待期待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我们的日头光照耀，万国展开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，期待期待永在的君，我在今天起初的幕后的，你是清楚的我和你，期待期待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，万国展开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，期待期待永再次宣告，期待期待永在的君，期待期待永在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归荣耀给永在天上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！昔在今在永在的主，你有拯救之恩，要临到凡是愿意相信以及我们所关心的亲朋好友当中。谢谢你再次透过圣诞节、代降节，让我们领受主你给我们的盼望、喜乐。主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的爱，为我们带来完全的医治、复合跟引导与支持。亲爱的圣灵，随我们去，要使我们在每一个地方，特别是在那黑暗的地方，主的光要照亮，使我们就成为那个光、那个盐，成为那个地方与神相遇，让社区每一个需要盼望的人遇见神你的爱跟盼望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坐。请坐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对，今天的报告比较特别，是2个人哈。special 的哦。对，我是敏媛，我是小周。来，我们是圆周周率。绿。哎，超特别的吧？好。好。有没有新朋友的啊？对，新来的。你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吗？好，没有。好，没有。那我们好，那接下来精彩的报告在后面，我们即将开始喽。要注意看。OK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影片。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。哦，没有，开玩笑的，没有影片。哦，没有影片。我本来还要问大家说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，结果这么明显。没错。那我们这边上面的 logo 就是同工迦南，我是同工。对，我们每周日呢上午9点半到12点，教会1楼就邀请你一起来同工迦南哦。对，所以，不用太担心，比如说我什么都不会。对，只要你有愿意的心，然后不论是招待啊，或是比如说圣诞节要怎么祝福别人，这些都是可以学的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欢迎大家一起到教会1楼，就是看到这后面那个布台的这个布条的下方有一些桌子，对，那边就是报到处、报名处，就去找那边的同工，我们会有很多人跟你说明。对，没错。欢迎跟我们一起同工。没错，噔噔，噔噔，噔噔。OK， 那我猜猜看，这个是不是也没有影片？这个有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个影片。大家注意看哦。好，那
那我们先来看一个更特别的影片。啊，又是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啊！每年的这个时候都好开心哦，今年也要一起开心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去找部长出去玩吧。部长，干嘛啦？走啦，我们出去玩。去哪里玩？外面很冷哎。你看我们家有火炉，还有暖暖的被窝，在家睡觉不好吗？你一年365天，你天天都在睡觉，你该出门了啦！而且啊，圣诞节我们一起出去玩，好不好？你要去哪里玩啊？而且出门逛街又累又花钱。不会不会，我跟你说一个地方哦，它叫做梦幻圣诞。梦幻圣诞，跟你说，那是一个圣诞节的义卖市集哦，而且晚上还有别的晚会，还有换礼物哦。那是什么？以物，来，以物，念3次，念快。以物，懂了吗？懂了。很好，你也有那个门票了。只要带着对你来说很有意义的礼物来跟别人交换就可以喽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的眉毛换到一座充满蜂蜜的大房子呢？首先你要有眉毛，你的眉毛看起来像修上去的。尊重哦，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？有梦最美，带着对你来说很有意义且愿意跟别人交换的礼物吧。是什么时候？在哪里举办呢？这个嘛，哼哼，这个活动的时间和地点报给您知。2022年梦幻 Christmas 市集 Dreamy Christmas 就在12月24号中午12点到下午5点的圣诞市集，以及晚上6点到8点的梦幻晚会，都在迦南教会中华路49号，还有33号2楼。对，一起来梦幻圣诞过圣诞节吧！你刚刚是边录边去厕所，是不是？怎么声音这么奇怪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你反正是你的声音啊，不明显吗？大家听得出来吗？对，所以呢，因为刚才有个突然变换的声音是那边很重要，所以特别做一个设计。好的，那请问圣诞市集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OK， 圣诞市集，我的报林斋，对，真的是我。好，对，我们当天呢，12月24活动很精彩哦。我们上午12点到下午5点的圣诞市集，对，我们有邀请学生团体或是NPO， 就是非营利组织，邀请他们一起来设摊。那当中呢，他们有准备他们的故事，或是他们正在经营的东西，要来秀给大家看。那希望大家呢，所以呢，这个市集不单只是好玩或好逛而已，当中还有很多温馨的故事。对，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，然后来鼓励，然后看看他们正在经营什么。对，而且好像还有闯关活动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像还蛮好玩的。所以对我们当中有安排好玩的活动，所以呢，好吃好玩又温馨的圣诞市集一定要来哦。对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哦。没错。晚会到底是什么？晚会，我在报后林斋 again 。对 ，OK， 那呢，来大家看一下后面。好，对，那这边是圣诞晚会的部分，然后我们会有3个准备，就像那时候我们有东方的博士要准备3样东西去找耶稣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也要先有3个准备哦。所以这个3个准备要注意听，因为很 very important。不用英文。important 哦 ，OK。那刚才有提到影片当中有 you 那个以物，对吧？很像猴子的语言。对 you， 对，那就是我们要来玩交换礼物的，用以物的方式，所以每个人要准备1项物品。对，那可以是花费有花钱的，或是不花钱的都可以。然后下面有禁止的是不能食物、动植物或是危险物品，这些我们在进场的时候，如果发现你有带的话，就不能进场哦，所以要换一个，或是准备好合格的东西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第2个准备。哇，好多准备。对，那我们当然不是只有准备一个物品而已，我们要先想一个让人想跟你交换，或是觉得哇，我没跟你交换，没有跟你交换到，好可惜的文字。对，就是你要为你的那个物品想一个宣传或是推销的文字。
对，那下面就是举例，比如说它的优点啊，或是它的用途，或是对方后可以用来做什么，或是有什么祝福。好，那准备3是什么？准备3，接下来这边也是注意看哦。大家看到我这边有小卡，有。所以我们不单只是把想的那个文字，就是可能稍微带过就结束了，我们要把它写下来，就是手写在这个纸卡上面。那这个纸卡呢，都可以跟各小组长领取。对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晚会里面就把你的温暖实际的送给对方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些准备要先完成，然后当天呢，我们圣诞晚会一起来玩以物易物。那右边的那个环保碗筷，就是我举的例子，就是怕大家如果没有画面，对，就是右边是环保碗筷。那我的写的宣传文字是可以温暖你的胃，或是填饱你的肚子，更爱自己，或是更爱地球。对，就是你要去设计一些觉得很酷的，或是让人想跟你交换的文字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样都 OK 吗？有清楚吗？有没有不清楚？那跟你旁边的人说，我要参加，你也要参加。我要参加，你也要参加。好，就是我们圣诞欢乐颂的活动，就是呢，我们会有一个从12月1号到12月25号，每天呢都会有一个任务活动，然后呢，并且你参加这个活动呢，会有抽奖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会有每天都有玩具开箱，而且开箱都是非常厉害的公仔啊。对啊，那些公仔我都很想要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时间是每周1到周6的8点到8点15分，就是15分钟的时间是线上活动，然后每周日呢是中午12点到12点半是现场的哦。对，所以呢，不论你是线上或是现场都可以，都非常欢迎来报名。对，所以好，刚才那边还有个 QR code， 要报名才能参加哦。对，好，接下来就是迦南之声全新的音乐，在明年度的第1个星期一开始上线，这是我们的军艺伙伴没日没夜也没洗澡的作品啊。没洗澡，对，所以看他这么用心的份上，一定要来收听哦。没错，而且音乐里面都隐藏着故事，欢迎大家来听哦。对，如果你有发现什么故事，或是可以跟军艺讲，有那个奖品可以抽哦。闻闻看音乐的味道，没有了。对。好，接下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重头戏啊。对，那这是2023年 Passion 童工营，就是邀请每位青年牧区的童工，我们在1月27到1月28一起去到万里芥菜种的惠孙里营地，对，非常棒。对，这个地方呢，晚上你可以看到傍晚你可以看到什么漂亮的夕阳，对，早上你可以看到美丽的山，这样依山傍水的意思。对，没错。对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环境，然后希望每个童工一起参加，把这个时间留下来，然后我们一起与神和好。而且才500块，超便宜的哦。对。那记得在12月20号礼拜2的时候要是截止哦，然后记得找我。对，找敏媛缴费。给我缴费。好，那今天好。那礼拜到这边，那我们今天的小组非常特别，是 Uni 小组为我们准备的联合小组。对，让我们一起去401教室吧。对，而且注意，要讲什么？要找齐各方人马哦。听说有前3名有礼物，对吧？哦，对，蛮好的。对，所以大家一起小组哦。